家属为亲友之默哀。1983年9月28日，一台台湾航空公司小型的客机，当时由台东要飞去兰屿，却意外载落海，包括机长在内，总共10个人拢总无命。1996年9月28日，民主进步党成立10周年，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庆祝大会。我们是旧时代的反对党，我们必须成为新时代的执政党。当年主席柯信良讲，未来民进党要继续扮演改革者的角色，争取民众的支持。2006年9月28日，王建民国代表游击队先发伫主场对金鹰队，尾球以16比5摕到胜利，这是伫美国职棒大联盟季赛内面摕到的第19胜，唔但创造亚洲投手伫大联盟的胜投纪录，嘛对上双双王牌先天啊成为大联盟的胜投王，创造里外职棒史上上好的成绩以及亚洲第1的纪录。